因為而家佢係咩溫語中學嘅係我哋啊，呢個低壓系統係唔會發展，但之後覺得佢會發展。但係呢個低壓佢會發展啊，我哋副高嗰個就係呢個位建立住。次尾有個高壓就係呢個位建立勢力，而呢個低壓喺度啊。反而成呢個位，證明我呢個高壓喺度，而呢個係個低壓。一個 keep 住喺呢個附近，同同一時間呢個有另一個高壓喺度。而呢個低壓系統咩啊？佢可能向呢個方向，或者如果高壓提前向，我可能侵入台灣兩個方向行。但美國 GFS 同預測唔同啊。關島附近佢有個低壓，但呢個低壓佢會發展 TD，如果係即係2603，佢會發展跟住進入東北啊。其實呢個係向對東北行啊，跟住之後，除咗過咗後之後，高壓就係呢個建立勢力，跟住關島附近係咪有呢個理由可能發展成為2604新拉克？